宿人嘅成年啊，都咩好做啊？來我哋看視頻。喂兄弟，而家咧價格都做到，你當然要比便宜啦。你冇當一個買唔通哦，我相信你啊。總之咧，價格你絕對要比便宜啊。兄弟，你算唔算發現哦？點嚟追哦？我就本意啦，大家人熟啊，收嘢唔脫咧，唔算點嚟追啊。我唔相信自己投資嘅嘢喎。好咯，冇煩死你咯，我請假安排。喂兄弟，咩去報銷企度嘛？做乜間少我上門服務費哦？我啲質量冇問題，迄就在亂傾到，騙人咩？睇家人送你咪可能少我上門服務費喎。喂兄弟，你買就買同死我哦，這個報銷企就快咗。我啲咩上山啊？但係你買嗌咩？我唔理你啊，拿上那個錢嚟當我幫你啊，咩話你就冇跟我衝水你哦。人忙看到冇？你有成年唔做啊，就讓佢做，價錢要比便宜。看要個日拖再拖，小氣嘅要冇服務費少，好就唔要講你買，唔好嘅話就到處衝水你。所以講啊，送嘢成年啊，真係咩容易做。